再来看台北捷运永宁站的出口有通光的玻璃，因为小可粗粗，所以有民众就走去遐耍厨房，煞害这个玻璃砖安尼裂开。站长出面，这寡人阁无要配合，甚至阁爬过闸门走出去。台北捷运是调监视器找到这8个人，目前已经报案，也强调一定会讨赔偿。登去台北捷运永宁站2号出口，采光玻璃下骹暗门头的基座，真明显有咧扣过的痕，防破坏的玻璃是风打起来风雨。看到的民众讲，最近有看到一群人来遮耍厨房，本地敢若伫基座遐耍，后壁煞跳起玻璃顶悬。就是从斜坡这里冲上去，然后跳到玻璃上面，然后再跳下来，就蹦蹦蹦这样子啊。一个路过的阿姨就跟他说：“你这样是破坏公物哦。”造成大家的不便啦，对，蛮危险的啊，这又不是游乐设施。台北捷运公司讲，12中昼有民众去通知永宁站，讲采光玻璃有一群人伫遐耍厨房。不过站长到现场的时阵，因已经离开啊。调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讲，迄当中有8个查甫民众，已经造成玻璃出现10公分的壁损，佮有2条扣甲一只差不多20公分。迄天暗时，永宁站的站长佮发现这8个民众路卡入站，虽过去要求配合说明，无想到互拒绝，4个人路卡离开，另外4个人佮用扁的出站。严厉谴责违法行为，已经立刻报警追查，将依照这些违法行为涉及大众捷运法的各项规定来分别裁罚，绝不宽待。捷运公司随通报捷运警察和管区的派出所，会顺续来找人，对因的行为违反大众捷运法各项规定的，会分别来裁罚。耍厨房造成玻璃毁损上悬，会当罚7,500。无经过验票违规出入车站，大个人上悬嘛会当罚7,500。另外，拒绝配合列车长说明，就妨碍捷运系统人员执行职务嘛会罚。另外，针对采光玻璃防毁损的部分，会另外各求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